你好，我是听障，我姓陈，现在33岁，读台北启聪学校毕业，以前在桃园工作15年，最近全家搬家到台南。我自己翻报纸找工作，去了很多公司面试，问他们是否接受听障进去上班，都四处碰壁。朋友介绍告诉我，可以来就业中心找你，请你帮我找工作。请问你以前做过什么工作呢？现在希望找什么工作？希望一个月的待遇是多少？我以前在工厂上班，操作机器、包装、搬运等等，全部都做过。我以前在桃园工作时，薪水一个月28600元，希望新的工作有25000元以上。听说台南很多公司可以接受听障员工，可以帮我介绍吗？最近台南科学园区有一家公司要找听障员工，每个月的薪水26500元，但是要先考简单的英文。你的英文好不好？你会不会开堆高机呢？如果有堆高机的证照，每个月薪水多加3600元。我的英文不错，简单的英文单词和沟通没有问题。我有考到堆高机的证照，以前开过堆高机2年。好，公司缺一个堆高机的司机，我帮你安排，下周3早上10点去面试。但是我下周3早上已经约好去看牙医，可以改周3下午2点半吗？另外，我不会说话，可以帮我找手语翻译协助沟通吗？没关系，我通知公司，你周3下午会去面试，手语翻译下午2点半会在公司的门口等你。你记得要准备履历去面试，还有你的堆高机证照也要记得带去，到公司找张组长面试。张组长你好，我姓陈，今天来面试堆高机的工作。这是我的履历表，请查看。好，我看你的履历表，过去的工作经验非常丰富。我跟你说明工作的时间。
每天早上8点到下午5点半，中午休息1个半小时。午餐是公司免费提供，有时候需要加班1到2个小时，你可以配合加班吗？可以。请问公司上班是周1到周5吗？周6、周日是否固定放假？公司是工作2天，休息2天，不一定周6、周日放假。如果周6、周日有事情，可以事先告诉公司，调整休假的时间。请问我太太在家照顾小孩，2个小孩现在念国小，大女儿念3年级，小儿子念1年级。他们3个人的健保可以依附在我这边吗？可以，请你提供户口名簿的影本给公司。从你开始上班那天就可以依附投保健保。你下周1可以开始上班吗？我明天就可以开始上班，现在没工作，在家很无聊，希望快点工作，赚钱养家。公司规定要先去医院体检，还要去申请刑事记录证明。刑事记录证明是什么呢？要去哪里申请呢？刑事记录证明的目的是让公司了解你过去有无犯罪记录，你可以去警察局外事科申请，一份100元，通常要等2到3天。原来如此，我从小到大都很乖，没有犯罪做坏事。我明天马上去医院体检，检查完去警察局申请刑事记录证明。